大家早晨，今日係2026年1月3號啊！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啊，事事順利啊！今年而家睇到呢個背景都知道我哋行緊山，我行到山頂，而家落緊山嘅啦。今日呢，天氣非常之好，而家落山嘅啦，準備落山煮嘢食，再準備染個頭髮。一年又過咗啦，又過咗一年啦，白頭髮又多咗啲啦，皺紋又多咗啲啦。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哋要學識接受佢啦。人生嘅路就係咁噶啦。幾大風吹到我啲頭髮。不過係非常之舒服嘅呢天氣，行山非常之舒服。香港呢，一年呢冇幾多日呢啲天氣嘅，非常之正。望落去山腳嗰邊幾正，行到山頂上面非常之舒服。大家睇下，而家已經係黃昏時間啦。我返嚟染咗個髮，仲見唔見到有白頭髮啊？啱啱染完啲顏色可能未上到啊，要等1、2日先知道嗰個效果啊。染髮都好麻煩㗎，有人問我點解唔出邊染喎？出邊貴好多啊嘛，屋企染慳好多錢啊嘛。嗰個後果 OK 啦，嗬，生貨啦。而家準備煮晚飯啦。今晚晚餐係非常之簡單，10番薯10菜。因為之前放咗幾日假，食咗好多肉類啊，所以而家要食翻啲簡單啲、清翻啲嘅嘢。10番薯10薯仔，跟住炒碟菜就可以食飯啦。今晚嘅晚餐就係咁啦，都好健康㗎，有維他命 C， 有澱粉質。開飯10番薯10薯仔，炒菜3，非常之簡單啊！今晚好甜啊番薯。好味，菜心又甜又辣。